隨着飲食結構的變化，目前全球36%的人都得過舉齒。雖然舉齒常常被和糖果聯繫起來，但細菌才是舉齒的真正元兇。若原東西細菌會和食物殘留的口腔上皮細胞以及唾液一起，共同在牙齒表面形成牙菌斑。如果沒有及時清理，這層牙菌斑就會逐漸增厚變黃。口腔中的變形鏈球菌等細菌會把殘留的糖類轉化為乳酸，迅速降低口腔內的 pH 值。如果這些酸無法被唾液及時緩衝，降低 pH 值，堅固的牙釉質會逐漸被腐蝕，最終形成小疝。觀察舉齒的形成，會發現是4個因素共同參與的脆弱的牙齒、致病的細菌、被細菌產生的以及足夠長的作用時間，缺一不可。因此，科學的護牙是簡單有效的方法。遵循巴氏刷牙法，每天刷牙2次，可以及時清除口腔內產酸的底物，有效預防舉齒。雖然細菌需要依靠糖來產酸，避免過量攝入高糖食物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預防舉齒，但是糖作為身體最重要的能量來源，以及人類文明標誌性產物，沒必要也不可能完全斷糖，因為糖無處不在。掌握科學的刷牙技巧，確保良好的口腔衛生和飲食習慣，你可以適當給你的生活加點甜味，而不必過分擔心舉齒問題。